即马当咧事件减肥社，毋过有眼科医师就指出讲，伊有接到一位62岁患者，讲住减肥社2个月了后，伊的目睭说是熊熊咧出血，做3工的手术拢无法度机会，强强要清眠。医师就提醒，做这减肥社会害血糖快速改变，若是糖尿病患者这视网膜会较高出血，要做就要带先来经过评估。 医师提出患者病房的相片，道边的目睭出现青斑出血，用超音波扫过去，发现讲有血块伫玻璃窟仔内面。做手术了后，嘛是有出血的情形，甚至有大片的血块嵌伫角膜的内层。搁一摆手术了后，青斑嘛是继续在出血，角膜嘛肿起来，玻璃体内面嘛拢是血。对这医师表示讲，伊一问患者才发现讲，原来伊做这减肥社已经连续2个月啊。 就是他血就像泉水一样，不断的涌出来，涌出来。5天之后，我们还是发现到，他血还是又跑出来了。更麻烦的是，他后面这叫超音波啦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他后面的血更多了？医师王启定表示讲，这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，伊道边的目睭真正都有情视网膜病变。伫做减肥社了后，今年初道边的目睭是熊熊，完全拢看无。回诊了后发现是出血拢无得停，就是已经伫要是清眠的状态。医师请医生莫阁做，但目前道边的目睭敢若剩光感，等于是失去功能。其他医师是表示讲，减肥社主要是用伫第2型的糖尿病和大口的治疗，会当互人莫遐尼想要食，互胃排空的时间变慢，但是嘛会想要吐，出现一寡肠胃道的镜头这的副作用。糖尿病的患者若想要使用，尤其要提高警觉。第一曾经有过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病人。第二，如果说使用前他的糖化血色素大于9到10以上。第三，如果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太快速。 好的太快了，或者是第4，他曾经有过视网膜出血的过去时。医师阮春敏表示讲，减肥社敢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，还是出血，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。但是因为伊会降低糖化血色素，安尼就会连带造成视网膜肿起来出血。嘛，请民众伫使用进前，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审慎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